那不知道说大家对于说之前的课程呢，就是有没有问题？就像是说，就是字面上的文意有没有不懂的？如果说有不懂的呢，那都可以提出来，那可以再为大家呢，就是更清楚的做讲解。虽然说呢，我们之前就是已经有讲述过《心经》，那不过呢，就是在这里呢，我们最主要是介绍说，像是秩序派以及应成派呢，他们在认明所破的时候呢，那之间有什么不同？所以如果说大家能够在这里呢，对于说秩序派以及应成派呢，他们所谓的所破是什么，能够了解清楚的时候呢，那再配合心经去做阅读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配合就是以秩序派的见解呢来了解心经的内容，或是以应成派的见解呢来了解心经的内容呢，都会让我们呢更清楚的呢去理解。所以说，如果大家对于说之前的内容呢，要是文艺上呢有任何的就是不清楚的，或者说不了解的呢，那都可以继续的发问。那大家没有问题的话呢，那接下来我们就是开始呢，就是往下做解释。那在这边呢，我们所讲述的内容呢，就是明秩序派呢它的实质。那在讲述说明中观秩序派它的实质的时候呢，又分为了3个科派，也就是第一个呢讲到说明实有以及实质，那第二个呢就是以幻视欲呢来譬喻说观待世间的实望。那所以第3个科派呢，就是把上面呢讲述到说，为什么呢？秩序派他们会认为说空性呢，它的所破呢是不存在的。空性的所破不存在的原因是什么呢？那它以譬喻呢来做说明，就是以幻视呢来做譬喻。透由这个譬喻呢，那我们该如何去和秩序派它所承许的所破呢？就是非有无损害，是显现安立，由镜上不共的实体成立这一点呢，为什么说它是不存在的呢？那它的譬喻呢，以幻视来做譬喻，那这个譬喻呢，和说它所要代表的意义，这个法呢，这两者该如何的去做结合呢？所以第3个科判呢，就讲到说法欲合适啊。那接下来呢，就是人们界会继续的往下做解释。那人们界就是接下来解释的速度呢，就是会放慢。那如果说大家对于说就是人们界所解释的这一段话的文意呢，就是听了之后要是不了解的呢，就是可以随时提出来，就是请人们界呢能够再解释的清楚一点。那接下来我们就看到第99页的最后一段。那这边呢就讲到说丑三法欲合适，如眼视迷惑之观者，认幻视为实有。那这里呢，就讲到说，我们之前呢所讲述到的，就是秩序派呢，他在解释空性的所破的时候呢，他最主要呢就是以幻视呢来做譬喻。那在讲述这个幻视譬喻的时候呢，他讲述了就是3种不同的友情。那这3种不同类别的人呢，那第一种呢就是属于魔术师，就是幻师。那幻师呢，他对于说幻化出来的这个象跟马呢，他是见而不知，就是他看得到这些幻化出来的象马，但是呢，他不会把它直持为呢是真正的象马。那第二种呢，就是讲到说，就是眼睛有涂咒药的这种观众。那眼睛有涂咒药的这种观众呢，他是既见且知，他就是看到相马，然后呢，他也把这些相马支持为是真正的相马。那第三种呢，就是眼睛呢，他没有涂咒药的这种观众。那这种观众呢，他是属于不见不知，就是他不会看到呢幻化出来的相马，他同样也不会把这些呢支持为是相马。那现在呢，所要解释的呢，就是第二种，就是涂了咒药的观众，就是既见且知的这种观众呢，那他如何和真正的空性的所破呢来做结合？那这里呢，就讲述到说，就是这里目前要讲的呢，就是第二种观众呢，那他所见到的就是所破，如何和所破呢去做结合。那这边讲到说，如眼视迷惑之观者，就提到说，第二种眼睛呢，就是有涂咒药的这种观众呢，他认为呢，幻视呢是实有的。那如是呢，诸有情类，就是讲说，就是如是就像这种呢，眼睛被咒药。眼睛有涂咒的这种观众呢，就是像这种一样的这种观众呢，如是诸有情类，见内外诸法是真实有。
那这边指的内外诸法呢，就是一切有情呢，它见到内外诸法。那内呢，指的是说心绪所摄的法；那外呢，指的就是非心绪所摄的法。那内在的这些心绪诸法呢，就比如说像是五蕴等呢，是属于内法。那外法呢，就只是说非心绪所摄的，像是我们讲的山河大地或是瓶子柱子等等。那所以讲到说呢，这些的如是诸有情类呢，见内外诸法呢是真实有，就是呢，他把这些内外的诸法呢，把它执为呢是地实存在的。为什么说把它执为是地实存在的呢？因为他不知道说，他把内外的诸法呢，执此为说不知为由自心显现真上安立，执为诸法自体实有。那我们知道提到说，就是这个不知为由自心显现真上安立，执为诸法自体实耳的这个呢，就是我们一般讲的非由损害。非由无损害是显现安立，由境上不共的实体安立呢？那这个呢是我们讲的，就是空性呢它的所破。那执持所破的这个心呢，也就是我们讲的实执。所以呢，执持这个诸法呢，它并非由自心显现真上安立，然后把它指为是诸法自体实耳的这一点呢，它是透由无始以来的具身的这个实质。那这个执着呢，它就是具身的实质。那这个呢，如何和之前的譬喻呢，如何去做结合呢？就讲到说呢，如同呢，我们的眼睛呢被就是涂了作药的这种观众呢，他认为呢所幻化出来的这些相码呢是真实存在的一般。那如是呢，诸有情类呢，他见内外法呢，无论说是像是心绪所摄的五蕴的这种山河呢，全部呢都是真实有。那为什么说他会把它执为实有呢？那这边就讲说，他的譬喻和他的意思如何去做合呢？譬喻就讲到说，为什么这些观众呢，他会把幻化出来的相码呢，其实会是真正的相码呢？最主要呢，是因为说他眼睛呢有涂咒药的缘故，是透由这个咒药的能力呢，导致他说他会看到这些幻视呢，把它视为呢是真正的。那同样呢，如同说这个譬喻一样，那我们呢为什么会把内外诸法执为是实有呢？我们把内外诸有执为是实有的原因呢，就如同这些观众他们眼睛是涂咒药一样，我们会把它执为实有，最主要原因呢，就是我们从无始以来的这个无明的习气的缘故，因为无始以来无明习气的缘故呢，所以导致我们会把内外的诸法呢执为是自体实有的。那所以在这一句话里面呢，就是先告诉我们说，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所有呢，就是为什么会产生实质的缘故呢？就如同这些观众，他会把幻物呢之为是真实的呢，是因为是咒药的能力。那我们会把一切诸法呢之为是实有呢，最主要呢就是因为无名是最主要呢就是因为无名习气的缘故。那这是这边呢所讲述到的第一个重点。那第二个重点呢，就是讲述到说，是为无始传来具身实质。那这个无始以来传来的具身实质表示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在讲述到12缘起里面的第一支无明的时候呢，那12缘起当中第一支的无明呢，它的根本是什么？它的根本呢，就是这里所讲述到的无始以来的这种具身的实质。为什么？因为呢，12缘起里面的第一支的无明呢，第一支无明，它最主要呢讲述的就是人我执，所以它最主要讲的是呢烦恼无明。那这个人我执，或者说我们讲的烦恼无明呢，它的根本是什么呢？它的根本呢就是实执。那这个最主要呢，就是出自于很多中观的论点。那特别是龙树菩萨呢，在宝里面有讲到说，乃至有蕴执，而实有我执。最主要呢，就是从这边呢开始衍生出来的。所以呢，在主要呢，就是透有呢，就是这里所讲的，就是宝曼里面的这个寄送呢，乃至有蕴执，实有我执。然后有我执呢，它就会造业，那有业呢，它就会产生就是轮回的这种道理。所以这边呢，最主要呢，就是像广论的毗婆舍那部分呢，也同样的呢是在讲述这个道理，就提到说广论里面它最主要呢，就是有提到说轮回的根本是什么呢？轮回根本的无明是什么呢？轮回根本的无明呢，它讲的呢是人我执。那这个根本的轮回根本的这个无明是人我执，那人我执它到底是从哪里开始来的呢？那人我执它最主要的来源呢，就是来自于这个实执。那这个实执是从哪里来的？就是这边所讲的
无始传来的这种具身实质。因为有了这种无始传来具身实质的缘故呢，我们有了这个实质，也就是法我执之后，因为有了法我执，然后我们有了这些运体，然后把这个运体呢执持为我之后，进而产生了人我执。那因为有了人我执呢，才产生种种的烦恼。因为造下了种种的烦恼之后，才会又造下了种种的业，那才会不断的呢在轮回里面不断的流转。所以呢，从这一段的内容呢，我们可以了解到说呢，就是一般呢，我们在讲述到说圣意觉着圣意的理智量呢，它的所迫，或者说呢，我们在讲述到说呢，觉着空性的理智量的所迫，或者说讲到说空性的所迫呢，那一般我们在讲述到所迫的时候呢，其实有分为两种，那一种呢就是属于境上的所迫，那一种呢是属于有境的所迫。那我们在这边最主要讲述到的呢，是属于有境的所迫，因为呢，他讲的是说这种实质，他执持地时的这种执着。那既然是执持地时的这种执着的话呢，他就一定是提到是有境的部分。那这种地时的执着呢，它是怎样的执着呢？它一定要是属于具身的执着。所以从最后一句话是由无始传来的具身实质。那这个显示出了什么呢？显示出说，我们讲的空性的所迫也好，或者说讲的像刚刚讲的，就是觉着圣意的理智量呢，它的所迫，这个有境的所迫呢，它一定呢要是属于具身的实质，它不可能呢会是片剂的实质，它不可能是透由你因为跟随着哪一个导师或是学习了某种论点之后呢产生的这种片剂的实质，并不是的。我们讲到说无明的根，就是轮回的根本无明呢，那这个无明呢，它的最主要的它的根源来自于哪里呢？它的根源来自于实质。那这个实质呢，不会是片剂的实质，一定要是具身的实质。那人我执的，就是我们讲到说轮回的根本无明呢，无明的这个根本就是讲到实质呢，为什么不会是具身的实质？为什么不会是片剂的实质呢？那这个在广论的毗婆舍那的部分呢，还有讲的非常的明确，就是我们讲的这种所迫呢，有境的这个所迫，它并不是属于片剂的实质，它一定呢要是属于具身的实质。那虽然说在这边呢，就是陆中论善显密书里面呢，它并没有很像广论的毗婆舍那里面呢，直接的明确的显示出呢，就是片剂的实质呢，它不可能成为就是轮回无明的这个根本。那要成为轮回无明根本的这个实质呢，一定要是片剂的实质。那虽然说在善显密书里面呢，没有讲述的这么清楚，但是呢，从这边视为无始传来的具身实质呢，从这个具身实质这几个字呢，我们可以了解到说呢，它间接显示出呢，就是片剂的这种实质呢是没有办法成为这里所讲述到的所迫的。这里讲的有境的所迫呢，一定要是属于具身的实质。那这里呢，最主要就是讲到说无始传来的具身实质。那我们这边呢，讲到说它是属于就是有境的所迫。那无论是像是秩序派也好，或是应成派也好呢，在讲述所迫的时候呢，同样呢都把所迫分为就是境的所迫呢，还有有境的所迫这两者。那在讲述到说有境的所迫的时候呢，一般我们会把它称为是就是道的所迫，就是它有另外一个名称呢，就是称之为是道的所迫。那我们在解释，就是在讲述所迫的时候呢，就刚刚讲到说会分为就是境的所迫，还有有境的所迫。那一般呢，我们也会讲到说正理所迫。那正理所迫指的呢，就是境的所迫。那有境的所迫呢，就是提到说道的所迫。因为在经论里面，它有时候在诠释所迫的时候呢，它有时候会用道的所迫。所以看到道的所迫呢，我们就了解到说是有境的所迫。那正理的所迫呢，就要了解到说呢，它是境的所迫。那无论是秩序派也好，或是应成派也好呢，对他们来说呢，境的所迫呢都是不存在的。因为我们讲述到说呢，像是以秩序派来说的话呢，它的境的所迫是什么呢？就是非有无损害事显现安利，由境之上不共的实体成立呢，这是属于境的所迫。那这个境的所迫呢，它一定是不存在的。那有人会说，它既然叫做境的所迫呢，那它就是境啊。那是境的话呢，就表示它是所知，它是存在的，它是有法。那这边讲到说呢，境的所迫呢，并不是提到说它本身是境，它会称为境的所迫的原因，最主要呢是因为它是我执的单着境的缘故，因为它是这个有境
有尽我执的单着尽的缘故呢，所以把它称之为是尽的所迫之外呢，所以是尽的所迫呢，它并不需要是存在的。所以这边呢就把尽的所迫呢，还有有尽的所迫呢，二者呢也是要区别，就是有尽的所迫呢，它是实质是了知是存在的，那又把它称之为呢是道的所迫。那对于这个实质的实质呢，它所持质的这个尽呢，也就是我们一般所讲的尽的所迫，那有把它称之为是正理所迫。那这个呢是不存在的，所以这个呢要先把它厘定清楚。那所以呢，我们再把这两者呢，就是区分的更清楚一点，就是我们在讲述到尽的所迫，还有说像是有尽的所迫来说，那以尽的所迫来说呢，它本身呢，我们把它称之为叫做正理所迫。那尽的所迫呢，它一定是不存在的。那有尽的所迫呢，就是实质，也就是我们所讲的呢道的所迫。那实质和道的所迫呢，它一定是存在的，因为它本身呢是一种了知。所以这边就区分出了尽的所迫和有尽所迫这两者的差别。那虽然说我们一般呢在讲述到尽的所迫的时候呢，会把它称之为是理路所迫，但是在某些时候呢，就是我们光讲理路所迫的时候呢，像以了不了义上说章论里面来说的话，他在唯识中在阐述到所迫的时候呢，他就是用中后八大师，他就直接用理路的所迫。那正理所迫，他在讲正理所迫的时候呢，那这时候这里面的正理所迫呢，有时候呢又是指尽的所迫，有时候呢又是指有尽的所迫，所以呢这个是不一定的。但是如果看到正理所迫呢跟道的所迫同时出现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说道的所迫呢它一定是存在的，因为它指的一定是这个了知，一定是存在的。那这边如果它和道的所迫同时出现的这个正理所迫的时候呢，就表示说它是属于尽的这个所迫，它是不存在的。但是，一般在讲述到正理所迫的时候呢，它其实也是包含了尽的所迫以及有尽的所迫这两者。那为什么要特别去了解到说，就是尽的所迫还有有尽的所迫呢？因为呢，就是在广论里面呢，还有提到说呢，就是所迫呢，它是要存在的。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所迫不存在的话呢，那我们该如何的呢去遮止所迫？所以呢，这边就讲到说呢，所迫呢它是存在的。但是呢，在广论的后面呢，有一个地方呢，还要讲到说呢，就是所迫呢，它要是不存在的，所有的话呢，那根本就没有办法去遮止，因为它是存在的东西。那如果我们光从字面上去看的时候呢，会觉得说广论它里面所讲的内容呢，好像是变成了相违。但是我们在了解到说，就是尽的所迫跟有尽的所迫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区分其中的差别。前面讲到说呢，所迫呢，它应该要是存在的，因为它如果是不存在的话呢，该如何的去做遮止？那这边讲的说所迫它是存在的话呢，所讲述到的呢，就是有尽的所迫，也就是讲到说实质。那实质它是了知，它一定呢会是存在的。那后面呢就讲到说所迫呢，它应该是没有的，因为如果是有的东西，你如何去遮止掉它呢？那这边讲到说没有的这个所迫呢，所指的呢就是尽的所迫，也就是我们所讲的第十成立或是第十存在这一点。那这个呢，就如同我们之前在讲述心类学的时候呢，就讲到说直持兔角的分别。那直持兔角的这个分别之呢，它所直持的径呢是什么？是兔角。但我们知道说它所直持的这个径呢是不存在的。为什么？因为兔子角呢是不存在的。那虽然说兔子角呢是不存在的，但是直持它的这个分别呢，就是直持兔角的分别呢，这个分别之呢是可以存在的。就是虽然说呢径是不存在的，但是虽然说它不存在，但是是可以有个支持它的有尽，所以就如同是这个样子。所迫呢虽然是不存在的，就是尽的所迫呢虽然是不存在的，但是虽然尽的所迫不存在，但是可以有一个去支持尽的所迫的一个有尽的这个了知呢，它是存在的，也就是有尽的所迫，就是实质呢它是可以存在的。所以这边呢就讲述到说呢，就是轮回的根本无明呢，我们所要安立的这个执着呢，讲的就是具身的这一种实质，它并不会呢是片剂的这一种实质。那这边讲的呢是秩序派的观点，所以秩序派呢他所讲的这个实质呢，就讲到说执持呢非由无损害是显现安立由经上不共的实体成立。去支持这一点的这个执着呢，就是这里所讲的具身的实质。那同样的呢，以应成派来说的话呢，他所讲的轮回的根本无明呢，所指的呢也是
也是他们的实质。那它这个实质呢，除了所迫所安立的不一样之外呢，它所支持呢是讲到说像是支持自性成立、自方成立或是自相成立等等的这种执着。那同样呢，支持他的这种执着呢，就是应成派呢他所讲的有境的这种所迫，或者说我们所讲的呢观察圣义理质量的所迫，或者说呢讲的道的这个所迫呢，就是讲到说这个实质。那所以呢，这边在讲述到说无明的时候呢，我们会讲到说，把它分为呢，就是它有几种不同的这种安立名称的这种方式。那一般我们在讲述到无明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可以把它分为就是人我执呢，或是法我执。那这边所讲述到的具身的这种实质呢，它最主要呢讲的是法我执。那同样的呢，如果说我们把无明呢，就是区分为就是烦恼无明，它是和非烦恼无明的时候呢，那这边讲的是具生我执的时候呢，它就是属于非烦恼的无明。那或者说呢，我们把无明呢分为就是轮回根本的无明，以及12缘起执里面的无明的时候呢，那这里所讲的具生我执呢，它是属于轮回根本的无明。就是说，一般我们以理解呢来解释的时候呢，是以这种角度呢，然后去做理解。那当然说你要去辩论的话呢，那当然这个问题是有很多可以辩论的地方。就比如说我们讲到说，你讲到无明的时候呢，他就会提到说，你讲说实质是无明的话，那我们说无明它一定要是属于心所，那实质它本身是可以有心王心所，当然是我们是可以有这方面的辩论，但是这边最主要的讲的呢，就是说我们透由经论里面呢所要告诉我们，就是如何去理解的时候呢，我们是可以用这种方式呢先来做理解。那就是人们切说呢，接下来讲的就是比较重要的部分。那如果说大家可以的话呢，可以把它给记录下来。就是一般我们在讲述到就是秩序派的时候呢，我们会讲到说像是第十。那这边就是刚好有一个问题说，就是我执的单着境智方成立并不存在，那智方成立是不是导世俗呢？那就是要解释这个问题之前呢，那人界呢先把就是现在要跟各位讲述的观念呢先理清楚，就是先把它理清楚之后呢，那我们再来讨论说，那智方成立它到底是否是属于导世俗？所以这边呢，我们先把秩序派的观念呢先把它给理清楚，因为这个问题呢非常的重要，因为它直接牵扯到说这里所讲的智方成立它是否是属于导世俗。那这边呢，我们就先讲述到说。秩序派呢，它所谓的所迫呢是哪一些？那第一个呢，我们就讲到说叫做第十成立。那第二个呢，圣意成立。那第三个呢，真实成立。那第四个呢，于圣意成立。第五个呢，就是于法性中成立。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于就近中成立。所以现在呢，就是讲述到说，就是秩序派呢，他所认为的所迫呢，就是上述所讲述的这6种呢，是属于同义的。就是第一个呢，我们讲到说是第十成立，那第二个呢，讲到圣意成立，第三个讲到说真实成立，那以及第四个呢，于圣意中成立，然后第五个呢，于法性中成立，还有呢，第六个于就近中成立。讲到说这6种。那这边最主要呢，就是大家会搞错的地方，就是以藏文来看呢，就是比较容易搞错的地方呢，就是于圣意中成立，还有呢法性成立和于法性中成立，还有就近成立，还有于就近中成立呢，它是有差别的。因为我们讲的法性呢，指的是空性。那法性成立呢是存在的，因为就是讲说空性它本身是存在的，所以法性成立是存在的。那同样的呢，就近成立呢也是存在的，但是于就近中成立还有于法性中成立呢是不存在的。所以呢，在这边就是不要区分说是于法性中成立，还有法性成立，还有于就近中成立和就近成立。那还有说我们讲的说是圣意成立，还有于圣意中成立。那这些呢是有差别的，因为我们往往会觉得说，哦，法性是成立的，因为空性呢它是有的，所以法性是成立的，所以于法性中呢它就要是成立的，或者说呢就近是有的，因为就近指的也是指空性，那空性呢它本来是有的，所以就近呢是成立的，所以于就近中成立呢也应该要是存在的。那或者说我们会理解为就是圣义谛呢是存在的，所以于圣义中有呢，我们会把它理解为呢，说它是存在，因为圣义谛是存在的缘故。但是这里面呢，就是在讲说
中跟有的，他在讲说成立或在与什么中有的时候呢，那所理解的他所代表的意思呢不同的，所以有一些他所代表的呢是所迫，那有一些呢他所代表的呢是存在的意思。那所以我们在讲到说，于圣意中成立呢，这个呢是于圣意中成立呢是没有的，它也是属于所迫。那有人会觉得说，因为圣意地是成立的缘故呢，圣意地是有的缘故呢，所以它在圣意中也是要是存在的。但是这边就讲到说呢，就是于圣意中存在和圣意存在，以及就近成立和于就近中成立，还有法性成立和与法性中成立呢，这些是有区别的。那往往就是因为说会觉得说，好像它因为是空性，因为是有的关系，所以于法性中呢，它就要是有，或者说于就近中呢就是要有，或是生意地是存在的缘故呢，所以于生意中呢就要存在。那这些就是我们要做区别的地方。那就是以上呢，大家了解到说这一些的关系之后呢，那我们再回到这个问题，就是治方成立呢，它到底是不是导世俗呢？那从这边我们讲的上述的这一些差别之后呢，那我们就可以了解到说，我们这里呢是没有办法讨论治方成立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是属于在探讨秩序派的范围。那在探讨秩序派的时候呢，治方成立它是存在的缘故呢，所以我们并不会去讨论到说治方成立它本身是不是导世俗。所以以这个问题来说呢，应该是要问说呢，第十成立呢，它到底是不是导世俗呢？就是第十成立这一点呢，以秩序派来说，它到底是不是导世俗呢？那我们这边先来讲到说真世俗跟导世俗。那我们一般在讲述这里就是秩序派在讲述到真世俗跟导世俗的时候呢，它是以一般人的了知中呢去判别它是真世俗或是导世俗，所以我们会说一般人的了知中是真世俗，还有一般人的了知中是导世俗。那以说第十成立这一点来说呢，它是不是导世俗呢？以秩序派来说，它并不是导世俗，它是真世俗。为什么呢？因为以一般世间人的了知中呢，就是我们了解到说，就是所破呢，它是一般人他会觉得说，我所看到所破的时候，他会觉得说这个所破呢，它本身就是正确的，因为他没有办法了解到说他所见到的呢，跟他真实存在的情况是不相符顺，他没有办法理解到这一点，所以他见到他见到第十成立的时候呢，他自然的支持第十成立是存在的，就是一般世间人的了知中呢，会认为说我们支持第十成立的时候呢，我们见到第十成立的时候，自然就支持第十是成立的。所以呢，他会认为这个是真世俗，因为他就如同他见到的和他成立的方式是一样的，所以以世间的了知中呢是真世俗。那世间了知中的导世俗是什么呢？世间了知中的导世俗，就我们所讲的，就是之前做的比喻，像是镜中的影像。因为我们知道说镜子里面这个脸的影像并不是脸的这一点呢，就是我们一般人都可以了知的。因为我们看到镜子的影像的时候，知道说哦，这个是脸的影像，它并不是真正的脸，所以我们知道说我们所看到的呢，跟真实所代表的意思呢是不一样的。因为镜中的影像，镜中脸的影像并不是真正的脸，这一点是我们一般人也可以了知的。所以以世间的了知中呢，镜中影像它是导世俗，但是呢，第十成立以世间的了知中来说呢，它是真世俗。那这边就讲到说，我们如何了知到说，就是这里所讲的第十成立呢？它为什么不是导世俗，它是真世俗？它是真世俗的原因，或者说它的依据在哪里呢？那这个依据呢，就是我们之前已经讲到，一开始我们在讲述到秩序派呢要认明他的所破的时候呢，我们就提到说，他一开始就引了中观明论。那中观明论里面呢，他就引到经里面呢，就是讲到说，法身为世俗，圣意无自性，与无性错乱，说明真世俗。这边讲的真世俗是什么？我们之前就讲说，这里讲的真世俗指的就是我执，所以我执呢是这里的真世俗。就提到说，他这段的内容呢，中观光明论里面，他引到经的这个内容呢，就直接点明了说，秩序派他所承许的我执呢，它本身就是一个真世俗。为什么呢？他这边讲的真世俗呢，是如他这里所讲的这个世俗呢，指的就是说是我执，因为
他把一切法呢能够障蔽我们看到空性的缘故，所以把它称之为是真世俗。这个真指的是空性啊，他因为能够避看到空性的缘故，所以称之为是真世俗。所以之前我们在讲述中观名论的时候呢，就已经解释到了说，为什么会把我执称之为是真世俗。所以我执呢，它既然是真世俗的时候呢，一般我们在讲说净和有净的时候呢，它也就是真的有净，它并不是导有净。那这个真有净所执持的净也就是所破呢，也就是这里所讲的真净，就是真正的净。不能说真正啊，就是真净。那所以呢，就是大家要把刚刚所讲的呢，就是6个呢，就是秩序派的所破呢，就是要了解，就是这6个就是它的意思呢是一样的，就是一般我们会说是同义啦，不过因为它不存在的关系，就说同义又会说哦，那它是不是有，就会有这样的辩论。总之呢，就是这6个所代表的意义呢是一样的，就是我们所讲的第十成立、圣意成立、真实成立，还有于法性中成立，还有于究竟中成立。那最后一个呢，就是翻成中文的时候，就是跟圣意成立是一样的意思。那除了这6个之外呢，那以应成派来说呢，应成派在这六个之上呢，会再加上4个，就是我们所讲的自性成立，还有呢志向成立，还有智方成立，以及净智方成立这4点呢，再加上这4个之后呢，所以10个呢它是一模一样的。这10个对于应成派来说呢，它全部呢都是属于所破。这10者呢是没有任何差别的，所以这边呢就用到刚刚所讲述到的呢，就是于智方成立存不存在，就是刚刚讲的智方成立。那要探讨智方成立的时候呢，是在应成派的时候才会做讨论，因为秩序派它是承许说智方成立是存在的，所以应成派它是在秩序所讲的6个所破之上呢，又加上了自性成立、志向成立、智方成立以及智方成立。那所以呢，我们这边就讲到说呢，以应成派来说呢，就是所讲到的第十成立、生意成立、真实成立、于法性中成立、于究竟中成立，还有于生意中成立。那还有自性成立、智方成立、志向成立，还有于净智方成立呢，这10点对于应成派来说呢是完全一样的意思。但是与应成派以秩序派来说的话呢，就是前面6者呢，它的意思是一样的，那后面4者呢，意思是一样的，但是前面6者跟后面4者呢，它所代表的意思呢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这是秩序跟应成呢最大的差别，就是这些名相呢，虽然说大家都有在使用，两派都有在使用这10个名相，但是呢，在理解上面呢，应成是把这10个名相呢全部都看成是一样，这10者是没有差别的。但是以秩序派来说的话呢，前面6者呢是一样的，后面4者呢是一样的。所以呢，我们可以就从这一点呢，我们可以了解到说，后面在讲述到应成派的时候，他在讲述所破的时候呢，大部分都是以自性成立跟智方成立呢，或者说志向成立来表示。我们虽然说偶尔也会用到第十成立，是比较少。为什么呢？因为自性成立、智方成立、志向成立，还有净智方成立这4点呢，是应成派他不共的这个所破。所以他一般在解释所破的时候呢，最主要是用到这几个词。那以秩序派的话呢，对秩序派来说的话，就是应成所讲的，像是自性成立、智方成立、志向成立，还有净志向成立这4者呢是同意的，它跟所知是同意的。这5点呢，就是秩序派承许这5个呢是同意的，就是所知、自性成立、智方成立、志向成立，还有净智方成立这5个的意思呢是一模一样的。所以这个就是应成跟秩序呢它最大的一个差别。那这边呢就提到说，那像是秩序派呢，它有就是分为像是随经步行，还有随余切行。那这2者呢是有差别的嘛？那在讲述所破的时候呢是没有差别的，就是上述所讲的，就是前面6者呢都是属于所破，那后面4者呢以秩序派来说呢都是存在的。那唯一会有疑惑的呢，就是有人说，那以随余切行经步随余切行的秩序派来说的话呢，那因为唯识派呢，它承许就是第十呢，还有志向成立这2者呢是一样的，第十成立跟志向成立这2者是一样的。那以随
于伽行的秩序派来说的话呢，他也会不会是认为说像是第十成立跟志向成立也是一样的，会有这样的疑惑？但是这边呢是不会的，就是以秩序派来说呢，就是他很明确的呢，就是认为第十成立呢，就是所迫是不存在的。那志向成立呢，它是一定是存在的。那当然说以唯识派来说的话呢，最后面4个里面呢，就是像自性成立、自方成立还有志向成立三者又是同意的，但是近自方成立这一点呢，又跟前面3者的意思又不同。就是在讲述所迫的时候呢，唯识宗里面就是它的解释的这些同意的意思呢，跟上部宗又有一些不同的，就是并不是说上部宗这4个同意他会同意，没有，他是讲到自性成立、自方成立还有自性成立3个是同意的，但是近自方成立这一点对他来说呢，又是不同的意思。以唯识派来说。所以呢，刚刚我们所讲述的内容里面呢，就是秩序派呢，虽然说分为随经部行还有随瑜伽行这2派，但是在阐释所迫的时候呢，都是一样的。所以说呢，如果说觉得说，就是为什么说会产生疑问，说像是随经部行和随瑜伽行是否有差别，是因为说随瑜伽行的秩序派呢，它的见解跟唯识宗比较像，然后会由此误认为说第十成立呢，和因为唯识派呢，它承许第十成立和志向成立是一样的意思的时候，由此会产生说，哦，那它的所迫是不是会比较会跟唯识宗一样？但是这并不会的，就是凡是秩序派呢，它一定承许说第十成立呢是它的所迫。那这边呢就讲述就问仁波切说呢，就是无明呢是真世俗，但是无明所持的单着境也是真世俗吗？那同样的，我们这边就说要以世间的了知中来说的话，世间的了知中来说的话呢，那第十呢，就是这边所讲的第十，就是无明的这个所持的，它的单着境就是第十嘛。那这个第十呢，它也是属于就是真世俗的境，就是真境，它是属于这个真世俗的境，所以它会提到它是真境。那就是说，我们在讨论真世俗还有倒世俗的时候呢，就像刚刚讲到说，就是所谓的真世俗的时候，就是在辩论场里面呢，会讲述到说，真世俗呢其实是不存在的。为什么真世俗是不存在的呢？因为呢，真呢指的是空性，凡是空性呢，它必定不会是世俗，所以真世俗呢是不存在的。所以才说为什么在解释的时候都会加上说，以世间了知中是真世俗，但是辩论的时候会讲说真世俗是不存在的，因为刚才讲真指的是空性，没有又是空性又是世俗的东西，所以真世俗是不存在的。但是以世间的了知中去理解的话呢，就是有世间了知中的真世俗，以及世间了知中的倒世俗，所以才要特别加上说世间的了知中。还有问题吗？还有人题，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那如果说是以应成来说，应成认为说世俗谛也是自性，也是无自性的。那当一个应成的中医师，他认为说，就是有一个自性成立的境的话，那这会不会是倒世俗呢？因为他们承许就是在世俗谛中也是，也是没有自性，讲完了。那就是说，如果以应成派来说的话呢，就是应该说要先区分一下用词，就是因为应成派它不承许说有自性的这一点，所以不会有一法它是自性成立的。那我们会去讲的呢，会是讲到说自性成立的量，自性成立的量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是自性成立的话，应该是怎么样子？那如果是自性成立的话，应该是要具备这个条件的话呢，那具备这个条件的呢，那就如同这边讲，它也是属于真世俗。为什么是真世俗呢？因为它同样是让你去证得空性的时候呢，它会作为就是障碍你证得空性，所以称之为是真世俗。所以这样的意思呢，就跟秩序派所讲述的是一样的，但是不会讲说自性成立的境是不存在。如果是自性成立的话，呢，或者说自性成立的量是怎么样的话呢？那它是会成为真世俗的，因为就跟秩序派所讲述的是一样的，它就会成为一个就是障碍你去了解空性的一种世俗的缘故，所以就把它称之为是真世俗。
那所以当我们了解了就是所迫，就是应成派跟秩序的差别之后呢，它对于所迫力就是一个呢是六者同意，那一个呢是十者呢都是同意，就是它意思呢都是一样的。那我们在了解了这个差别之后呢，那我们再回过看心经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了解到说，以秩序派来说的话呢，就是我们一般在念心经的时候，那中文的心经没有出现这样子，我们是照见五蕴皆空。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照见五蕴皆空。但是在藏文版里面呢，它是讲到说，就是照见五蕴自性皆空。那五蕴皆自性空的时候呢，照见五蕴皆自性空的时候，那这个以应成派来说呢，就是它是可以如言取义的，因为它承许说自性是不存在的，因为它承许说自性成立，自方成立。志向成立，这些呢都是所迫，所以应成派来说呢，他认为心经里面所讲到的五蕴一自性空，对应成派来说，它是可以如言取义，但是对于秩序派来说的话呢，这一句话他就没有办法如言取义了。为什么？因为他承许说自性是成立的，所以这边讲到说自性五蕴一自性空的时候呢，那他们就会去做圣义的鉴别，秩序派就会去做圣义的鉴别，他会理解为这是五蕴一第十空，或是第十的自性空，他没有办法直接如言取义说五蕴一自性空，他一定要加上第十两个字去做圣义的鉴别，所以每一个宗派呢，他在理解空性，他在理解心经的时候呢，对于心经的文义呢，还有不同的这种理解的方式。所以这边就讲到说，心经里面呢，就是光五蕴一自性空的时候呢，以应成派来说，它是可以直接如言取义，因为就像我们刚刚所讲述到的，因为他把这十者呢全部都看成意识都是一样的，对应成派来说呢，全部都是属于所迫，所以呢，一切法呢皆自性不成立，皆是自性空呢，对于应成派来说，它是可以直接如言取义，但是以秩序派来说的话呢，他对于这句话他就没有办法如言取义，他就只能在上面加上声音简，比如五蕴意第十自性空，或者说圣意自性空，或是真实自性空，就是把前面六者呢作为简别，然后呢后面再加上自性空，他没有办法直接承许说五蕴意自性空，因为他承许一切法都是自性成立的。那一下讲说五蕴是自性不成立，又承许说五蕴是自性空的话，那对于秩序派来说呢，他没有办法透由这个方式呢去解释空性的缘故，所以他要加上深义的简别。所以秩序派呢，他在解释般若经的时候呢，他会把所迫呢，就是分为就是直接显示圣义简别的所迫，以及不显示圣义简别的所迫。那什么是直接显示圣义简别的所迫呢？就像如果说在般若经里面直接很明确的讲到说，就像是无第十、无圣义、无真实这种呢，就对于秩序派来说呢，它是属于直接显示圣义简别的。像心经里面呢，讲到说五蕴意自性空的这一种呢，它就是不显示圣义简别的。那它这个就比方说，它是间接显示了就是圣义简别，因为它间接显示了这边讲的自性空呢，指的是圣义的自性空，所以它有区分为就是直接显现圣义简别和非直接显示圣义简别的这种差别。那所以大家在了解了说就是秩序派跟应成派的区别之后呢，所以同样的呢，我们在阅读像是其他的经典，像是金刚经也好，或是其他的般若经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哪些呢是要加上，以秩序派来说呢，就是哪些是要加上圣义简别的。那同样的呢，我们在念比如说我们在观修密法的时候呢，在观修本尊语前的时候，就是会念到受报悉达三木道，受报悉达吽东巴显现为空性。那念到显现为空性的时候呢，那这边的空性呢，如果说以秩序派来做思维的时候呢，就会讲到说，就是讲到前面六种呢，然后把它观为不存在的这种，就是第十成立、生意成立、真实成立，把前面六种观为不存在的这种呢，就是秩序派所讲述的空性。那以应成派来说呢，就是转换为空性的时候呢，就是这十种呢，就是十种不存在呢，全部都可以算是应成派的空性。那所以在了解了上述的这个差别之后呢，那我们接下来看到99页的倒数第二行，那就讲到说呢，此秩序派所安立者，若以应成派观之，则彼执所迫之心犹觉太粗。那这边我们就了解到说，为什么对应成派来说，他会觉得说，你应成派呢所支持的这个所迫呢，你的这个
第十的这个心呢，对于应成派来说是比较出分的呢？因为就像刚刚所讲的，秩序派呢，它只承许呢，就是前面六者呢是不存在的，前面六者对他来说是所破，但是后面四者对他来说呢，和所知呢是同义的。所以你既然只承许了前面的六者，那后面的四者，你这样子承许后面四者，那你仅仅不承许前面六者是存在的，因为你觉得只有前面六者是空性的所破，后面四者它是存在的，所以这种执持对于应成派来说，他会觉得太粗。那这两派之间的差别呢，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最主要呢就在于说，因为呢秩序派他在认为说一切法成立。还要成立一切法的时候呢，是要两者合合的。就是第一个呢，由心之上去安立。那除了由心之上去安立之外呢，就是境上呢也是要成立的。就是由心去安立，以及境上成立，二者合合之后呢，才能够安立一法。那这种安立诸法的方式呢，对于应成派来说呢，他觉得你这种安立方式呢，只有对一半而已。为什么呢？因为以应成派来说，他是唯由心去安立，他根本就不承许说境上成立这一者。虽然说秩序派呢，他不承许说为境上成立，但是他还是承许境上成立的。但是以应成派来说呢，就是诸法的存在呢，对于应成派来说，它是唯心去安立之外，境上是一点都不存在的。所以也因为这样子的认知的缘故呢，所以才会讲到说，秩序派所安立的呢，从应成派的角度来看的话呢，就是你执持所破的这个实质的这个心呢，实在是太粗了，它并非是最细的具身实质，仍非最细之具身实质。那今天时间因为已经到了，那就是这一段还剩下一点点，是要把这一段讲完呢，还是说我们就是今天先讲到这里？就是说各位非常的精进，各位都已经点燃了精进之火，所以非常感谢大家。那所以呢，这边讲到说呢，若实能以正理破彼实质所记之实有。那这边就讲到说呢，如果说在这时候呢，我们能够用正理呢，那这边指的正理呢，就是说我们在最初要证得空性的时候呢，一定要透有一个正义，因为我们知道说空性呢，它是属于就是现前分以及隐蔽分里面的隐蔽分，那它是隐蔽分里面的就是为隐蔽分。那所谓的隐蔽分呢，就是和现前分的差别，就是说凡夫在最初证得的时候呢，他没有办法透由现前世呢直接证得，在最初证得的时候呢，他一定要透由一个正因，然后由比度去证得的缘故呢，所以称之为是为隐蔽分。那所以在一开始在了解为隐蔽分的时候呢，你是要透由一个正理呢去了知，所以落实呢能以正理，就是一个正的空性的，透由这个正理呢去升起正的空性的这个比度的时候呢，落实能以正理破彼实质所记之实有。那在这个时候，如果说我们能够透由正因论事，那这边讲的正因论事呢，就像是透由离一义的正因，或者说讲到说缘起正因，我们透由离一义的正因或是缘起的正因呢，然后升起了比度。那这个比度呢，在证得了就是所成的时候，也就是空性的时候呢，那会产生什么样的状况呢？就讲到说，则犹如幻师，了知唯由内心真上安立为有，不复妄执内外诸法实体本耳。那这边讲说，这个时候呢，当我们透由就是正因呢，无论说像是透由离异的正因，或者说透由缘起正因呢，那我们在最初证得空性的时候，透由比度证得空性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如同像刚刚譬喻里面所讲的幻师一样，就是幻师呢，他虽然说他的眼，他也会显现出就是象马的这些形状，但是呢，他内心呢很清楚说这个并不是真正的象马，所以当我们如果呢能够以正理呢离一义正因或是缘起正因呢，就是最初透有比度证的空性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破除就是彼实质，就是执持呢非由无损害是显现安立，由境上不共实体成立的这个实质呢，执持这个所破的这个实质呢，那破除彼实之所记的实有，因为你能够破除这个实有的缘故，所以你就如同幻师一样，你就了知到说一切的诸法呢，它并不是非由为无损害是显现安立，由境上不共的实体安立。尤其是这边讲了知到说呢，诸法呢，它是唯有我们的内心的力量去安立之外呢，安立为有。不复妄执内外诸法实体本，并不会去执说内外诸法呢。这边实体本耳指，就是说
为境上成立的这一点，他就不会去执行到内外诸法，他是唯有境上成立的这一点。那人们现在说呢，就是这一段呢刚好到这边结束呢，所以呢，我们今天就刚好讲到这边。那虽然说知道大家呢都非常的有希求心，很想要继续听，那刚好还有一个想要继续听的这种需求的时候呢，那刚好在这边停下来的时候，那下一堂课呢，大家就会升起更强烈的希求心。那人们界呢就做一个譬喻呢，就是说他的老师呢之前就有跟人们界说，就像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呢，那明知道说这个食物呢非常的好吃，但是这种很好吃的东西呢，就是只能给就是不要太多，不能给你吃到饱，就是给你要饱不饱这个样子。那给的要饱不饱的时候呢，就觉得说哦，接下来应该还会有很好吃的东西，就会想要继续吃的这种。如果说一开始呢就给你吃饱的时候呢，那觉得说后面其实有没有也无所谓。所以今天呢，知道大家很有需求心呢，我们就刚好上到这边。那这边只是